在1989年的4月17日，鄭南榕為着要爭取言論自由，自焚過身。這4月17日也稱作台灣的言論自由日。即馬國史館出版戰後台灣政治案件鄭南榕案史料類編，記錄鄭南榕對戒嚴到自焚的過程，而且呢，這政治單位監控黨外人士所留落來檔案等等。不過國史館也提醒講呢，這官方監控資料來源真複雜，讀者就要家己判斷。1989年4月17日，鄭南榕為着爭取言論自由，自焚過身。行政院嘛宣布4月17日接做台灣言論自由日。拜日透早，總統羅清德出席鄭南榕殉道37週年紀念會。羅總統講，台灣的民主自由是真濟前輩犧牲貢獻，甲人民共同打拼的結果。無共的世代的人攏會當真清楚了解，台灣會當經過黑暗的專制獨裁年代，到今仔日民主自由開放，並不是獨裁者的想事，是千千萬萬的民主運動的前輩犧牲奉獻，以及全台灣人民共同勇敢爭取的結果。另外，國史館嘛，甲鄭南榕相關的檔案整理出版做戰後台灣政治案件鄭南榕史料類編，記錄這段歷史。就是鄭南榕親自推動的3大運動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5.19綠色行動、228平反運動以及新國家運動，呈現了解嚴前後黨國體制如何監控鄭南榕的所有言行。國史館嘛講，新冊攏總有5本，內容有鄭南榕挑戰戒嚴、主辦3大運動到自焚的過程，描繪當時政治單位安怎透過刷面監控甲分化異議人士的珍貴史料。但同時也要呼籲大家，請理解，政治檔案就是國家視角的內容，它可能是分化，可能是偏頗，所以它更必須參照當時的報道、輔助的資料、口述訪談等等。不過，國史館嘛表示，過去黨國體制威權統治時期，官方監控的資料來源複雜，內容真實性建議讀者都要家己斟酌。若這本冊是歷史留落來的記錄，若台灣民主自由的路要安怎行，這是這一代家己的代誌啊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